台南新营转运站启用到打2冬啊，因为离新营市区也是有较远，而且伫转运站内底无啥店头咧做生意，连一间通食饭的餐厅面搭拢无，真侪旅客拢怨叹讲真无方便。台南市政府就表示，当地是中卫区长在发展，会赶紧请营运单位去直接，互店头来遮做生意。外观看起来真现代化，这是打完工这2年的台南新营转运站。不过内面规片空啰嗦，铁门拢拖落来，民众想要食一顿嘛找无店。在做生意的，除了柜台自动贩卖机了外，还有挂机台。毕竟只有一家进驻嘛，那其实如果有多家进驻，可能会带动这边的一些人潮。2022年1月就启用的新营转运站，号称是台南溪北地区的重要交通要点，室内面积超过600平。目前国道客运有统联，市公车部分有汉庭客运，大台南客车等几间业者伫遮载客。不过人客讲，国道客运敢若统联一间，又搁班次少，离市区伤远。真无方便，连客停车嘛真少来遮载客。竞争就剩我一个人啊。计程车。对啊，没人要，这整天没生意，谁要在这里？袂少人客讲，远途甘愿加开偌坐高铁，较省时间。台南市政府统计，新营转运站使用以来，包括国道和市区客运，一天大概有300班次，载客量每个月大概5000人次，重大节日有1万人次左右。会当分发中低度的载客需求。它是位在从化区里面，所以附近的市况还没有那么开发完整，但是它前景可期。在疫情过后，旅客已经回流。台南市政府讲，当地会当串流新营和咸水的交通线，不过目前的中卫区商业机能，过的时间才会当促成。除了请营运业者找店主，嘛会请其他的客运业者入站。和整体机能更加完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